爸爸，饮水思源，爸爸嘞。来，看球。来，车牌7，不当哦，无车贵哦。陈世进第1名吼，大兄去年的第1名，今年袂小弟吼，陈世进吼来得第1名。现主持哦，咱的万市长吼，刘进勇刘市长，马来个现场哦。光跟严敏之光两兄弟哈，连续去年是我们的陈胜德哥哥嘛哈，去年得到我们的彰化县火龙果红肉比赛得到第1名。今年换成他弟弟陈世进来得第1名，确实无简单，所以讲咱万人之光你看到阮手中摕这火龙果，一粒拢1斤。真正要建这大量的火龙果，确实无简单。真正两兄弟真的不简单。咱个今年的冠军从3年前叶永光是做一车成工的我们咧做车层的平常假日做一个假日农夫3年后能够拿到冠军，真正确实无简单值得咱整个彰化县来给鼓励嘛是呼吁咱整个咱彰化县的全部县民也当多多品尝我们第1名的火龙果希望讲也就火龙果，今天刚好是中秋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嘛大家会当买这火龙果做一个礼物非常水的礼物，保佑大家多多食咱第1名的火龙果。阮爸爸带阮阿兄打架，咱2草3年前开始对战，正正咱2年半的时间，拜6礼拜拢办比赛。这个成果我嘛，这个第1名我嘛做欢喜的，嘛爱感谢阮爸爸带阮阿兄来打支持打架安尼，我这里才有这个成就。嘛爱感谢咱市长，有当时来咱来坐时候，当然有咧讲少年就是爱玩困咱嘛做欢喜的，感谢咱的市长，咱支持。谁送的？叔叔送的呀。好不好吃？甜不甜？甜。